来这个疫情来降级，日月潭全面开放着观光，也毋过这个游艇敢若开放保存游湖，无来接散客，载客量嘛减一半。啊，若座位是彩梅花座，船顶嘛禁止食食。另外，这个交通船的部分暂时无来开放。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全面开放观光，游艇业者唔加大意，遵照规定做好防疫措施。好，36.4，啊，36.4，那个有那个酒精消毒。那目前我们日月潭这些船家哈都有准备啊，就是说防疫的部分，我们就是有做清消。虽然室外全面开放观光，不过坐船的部分，敢若开放予保存游湖的民众。 座位嘛是梅花座，伫船顶嘛袂使食物件。包船的部分有开放啊，帆船的部分没有开放。那包船的部分主要咱来个日月潭，不管你是1个、2个、5个、10个，拢使包船。阮的介绍来讲，也是有特别的优惠。目前日月潭游艇观光敢若接包船的人客，交通船的部分暂时无要开放，主要嘛是要兼顾防疫的安全。因为包船的部分在整个防疫方面它的来的游客它是比较有特定的对象，大家拢熟悉。日月潭游艇工会表示，交通班船的部分后续会照防疫的状况才来开放。虽然做法要真保守，不过要是会当先确保大家安全。